我有一条歌就想要唱的。即摆已经开始啊吼，雄雄突然间已经要开始。你咧录音嘛，较提醒者，嘿，你雄雄想要唱一条歌来，你唱，你唱，我应该接袂落去，我毋是你，我应该通常拢有法度接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好，你唱。有几间厝，用砖仔空，看起来金光金光。会敢是安尼？你知道你要讲？毋是啊，就是我感觉我故乡内底厝，无论伊是用啥物空的，拢是金光闪闪，袂是遐力量光啊。迄是我梦想内底心中的迄间厝啊。对啊，咱今日要介绍诶，即个所在，因可能因遐会当控金光啊，我毋知是。即句话是毋是会去用攻击？即句会用攻击？会当控金吗？对，阮讲算笑的，就是因即个所在以早有出产两金，但即马已经无咧开采啊。嘿，拄好伫咧一个事件内底，知影即个博物馆，尾仔发现讲，其实伊有来过咱杜兰先生伫咧介绍金山迄边的代志，发现讲，其实因有一个博物馆，博物馆内底其实有甲所在炭坑，毋是炭坑，矿坑，朋友啊，矿坑、金矿、煤矿，讲法是无共款的哦。对啊，你要知影到底是啥物讲法？继续听落去。这时阵是该结束，就可能该结束安尼，毋知要安讲啊。我今日讲收这，我等下甲后壁讲出来啊。等下问伊啦。对，咱来问伊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讲拢是共款的，结果尾后我去查，原来是无共款的物件。对啊，咱就是即种物件是爱互专业的来，尾后去调查，才发现讲因个有就是即活动来夜间的导览啊。还有一寡物件，对，因个个是就是因遮文化的物件，用台语甲伊保存落来，像遮的迄就是工具啊，还有就是即个动作的迄台语，阮真是听拢无听过呢。嘿啊，等下咧好好个问者。对啊，若是想要保留遮文化人，爱去做笔记哦。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开的 Podcast 无？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要讲到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真正是今年开始，伤紧是无？无要紧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会议都已经开始啊，无变。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对，你好，要甲你自我介绍一下，讲看你是啥物人。毋过我的名就无我歹念，大家拢叫我小贤呐。小贤吼，因为迄个贤吼，阮阿嬷袂晓念，所以拢叫我咸的。咸的。虽然我是就想要做甜的啦，我是甜的啦，我是甜的。真趣味。好，请问讲你即马本身是咧做啥物工课咧？我即马是咧搞婚仔，对，经营阮阿公的留落来的博物馆。恁阿公留落来博物馆就对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就是小编本人。嘿，我就是小编。小编本人，共道的啦，咱共道的。小编本人，听讲恁最近就是有一个真趣味的物件，咱等下再来介绍。咱先直接来进入咱的主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听讲恁即马即间博物馆成立的背后，有一段真感动人，互人安尼呐目屎的故事。你要甲我考一下哦。你要甲我分享一下无？其实啊，我受到这个问题的时阵啊，我心内想讲，敢有做感动的？其实无。哪安尼？无啦，应该是讲哦，阮阿公啊，伊是咧搞婚仔做金矿的。对，讲到这金矿，所以就是你矿坑，就是金矿。嘿，人迄因为阮拄则甲你想讲又真久，因为咱一般想讲炭坑。对。但是炭坑是毋是？炭坑是乌土炭的。乌土炭叫炭坑，恁这乌金嘛叫阮搞阮那乌金嘛叫金坑。学着，听就没有听着无 ？OK。嘿，嘛安尼家介绍吼，搞阮那吼有乌金坑哦，乌金坑，毋是干那乌圆尔哦。是，阮阿公是上尾一代哦。矿工，所以伊矿工想起来的时阵啊，伊就想讲，使讲矿工就对啊，嘿，矿工，金矿工，嘿，就是咱矿业收起来的时阵啊，伊就想讲吼，我先甲遮个物件拢收起来，伊的工具拢收起来啦，对，毋过一开始啊，真正毋是为着要开博物馆啦，那有可能一开始啊，就有人想讲。我要来开博物馆，那有可能。迄是想讲吼，我遮个物件留落来吼，后摆有金仔我阁会再家己学。后摆有金仔干才甲我纠结。对啊，毋过结果伊无等着金仔嘛，伊等着的是咱搞婚仔的关公
会产业，所以啊，拄开始的时阵啊，其实你若去九份仔耍的时阵啊，矿工为着要家己只安尼产业的转变吼，所以伊会甲家己的迄工具啊，矿石啊，来当做纪念品，卖互游客安尼。讲遐济物件他卖？有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因为啊，若是矿工啊的家庭哦，迄阿公因拢会吼留迄较早的石头，因挖出来的石头也是工具，所以你若是做健康的，恁兜拢会有一粒传家之宝啊，石头，传家酒，传家酒，所以恁兜有传家酒无？阮兜足济，几千粒啊，谁个会咱开博物馆？毋是啊，伊毋是爱炸几粒来互咱，炸2粒来互咱做纪念品。我想讲，无啦，阮才去高文仔找你啦。对，林刚来找我，咱莫甲人为难。袂啦，林刚才来找我算安尼。好，啊尾啊，就是那会变做讲是一个博物馆，互大家来参观安尼。啊，就是因为吼，足侪人看伊的物件足侪嘛，就讲，就问伊讲，啊，若无摕出来卖安尼，啊，伊就讲想无共款呢。伊讲吼，伊要互大家来知影吼，来九份仔呢，爱知影即个所在发生的代志，是一寡历史，所以伊就甲阮兜的主厨无，甲迄改做博物馆，弄了呢，全部拢博物馆呢。我上爱甲来讲，阮兜敢若3间房间，你知无？毋过阮这个家族30个人。啊，你毋就一间困10个？无，咱过年要安困，过年用轮班的啦。轮班，所以就是莫困就对啊。就是摆2桌麻将桌啊安尼。别博物馆内底拍麻将，囡仔看要去困，都凊彩困安尼。因仔困到6、7点就起来啊，对吧？我迄大人才搁继续困，真正是轮班，阮轮班困的。遮趣味安尼，哇！你嘛算是真感动呢，因为你会当就是讲，甲你厝里的物件无私摕出来，啊嘛无想讲要趁钱，因为你看遮的人，有的人拢想讲要甲遮物件卖掉，所以这就是依照你趁钱的工具。啊，即摆我无咧做啊，嘛甲这摕出来趁钱，但是恁煞会当甲遮的物件整理出来，而且佮甲厝弄掉吼，房间弄掉，房间弄掉，变做一个博物馆，一个公开的场合。啊，恁当初是若变做博物馆的时阵，人来参观，恁伫内底生活，敢有啥物无适应的所在？爱较细声的，爱较细声。阮兜讲话拢足大声的，啊，若听到人起来就知，但是袂使讲话足大声。所以讲变做博物馆了，除了讲话以外，生活无啥物改变。因为伊是有家分开嘛，就是咱的2楼、3楼是博物馆安尼，啊1楼是阮住咧迄地下室。恁住地下室啊？通风咧，通风解？袂啦，阮遐山顶嘛，所以有迄山坎嘛，所以你看起来是地下室，毋过对阮来讲是1楼啦。对，所以 OK 就对啦。系啊，安尼听起来嘛是规家伙为着阿公的心愿，拢做真大的配合呢。毋过吼，迄我感觉这是阿公的坚持的代志，因为后来九份仔金溪收起来的时阵啊，是遐无工课通好做啊。对，所以有20年的时阵，九份仔其实是足没落的。稀微，规个拍远去就对。所以阮爸爸妈妈迄代的人，拢嘛爱出去外口讨生活啊，食头路啊，对啊。所以博物馆开起来了，恁就会当伫厝里做工课。工课量够遮大？无啦，哪有遐大？迄就是阿公的心愿啊，就是有人来要来听，要来看，啊伊就讲互人听，讲互人看安尼。其实我感觉伊真正足骄傲的呢，因为啊，后来阮有找真侪伊的访问哦，伊讲吼，这无得看的，这敢若阮九份仔才有的吼，所以你无来九份仔无看这安怎做金嘛，你要去倒位看？好，过来要问讲，就是是安怎伫2017年开始，不，要问啥？是安怎伫2017年开始有这个暗时的导览？因为咱想讲博物馆平常时都是日时啊，对啊，开有暗时的导览哦。你九份仔是山顶咧，暗时啊，敢有一寡来看到啦。啊，甲你讲，暗时啊，九份仔才水咧。是哦。哎呀，我无去过咧。安尼报名，紧咧，你即摆电话先留咧，咱小少会使去啊。我今日暗时敲电话叫我去做。你暗时都无要去，你上适合去参加。对，听着免大家好，我暗时啊无咧困，我做小狗。所以黑边的意思是暗时啊无咧困的意思。无啦，阮较晚困。为什么会有
即个暗时仔的倒懒哦，嘛是因为讲哦，阮转去九份仔的时阵发现，为什么阮较早细汉的时阵啊，九份仔暗时啊足闹热的，无油无气啊。哦，因为自抗疫开始到伊90几年的时阵，迄时阵啊观光拄起来的时阵吼，是，即九份仔拢是愈暗愈好耍的所在呢。哦，是嘿哦，啊，毋过你2012年的时阵，对，我转去的时阵发现，咱街啊7、8点就关啊呢。拢无人安尼，暗蒙蒙安尼。系啊，7、以前8点。毋是讲会使去九份仔食茶吼？系啊，以前九份仔食茶坊哦，对，嘿，茶坊咱嘛是开到透早5、6点呢。哦，因为较早遐有空工，所以就是愈暗愈闹热。旷工的时阵毋是啉茶。毋是啉，就是共款是茶啊，是嘛是茶店啊，嘿对，对所以啊是观光的时阵，因为阮出世大汉的时阵，九份仔已经足闹热的观光的所在，所以阮的印象就是九份仔真正是愈暗愈闹热啊，茶房啊，拢有足侪人会去遐啉茶啊，拍牌。哦，对甲透早，足适合学边去的所在。毋通讲啊，毋通讲，应该住伫遐。对啊。对，啊，毋过我转去的时阵发现，哇，啊那都无人嘿啊，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会真正真就安尼啊。哦，迄可能是一个观光的心态。可能大家拢即时去啦，所以暗时遐就敢剩遐个大个人安尼。就是因为应该安尼讲啦，就是足侪旅行团对，会去九份仔对无？所以大家去九份仔拢会感觉足客。嘿嘿，嘿啊，对，敢若剩迄条街啊嘛，所以对啊，大家迄条路啊，佮有几点到几点，迄车袂使驶入去。对所以大家拢会感觉讲哦，迄街啊行完了就会使转去啊。毋过其实九份仔足大个哦，迄条街啊只是一部分尔，嘿啊。哦，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啊。阮就想讲，暗时啊吼，咱九份仔较早叫做不夜城小上海呢。哦，啊，遮尔啊闹热的所在，啊暗时啊安尼拢无人，对，是要安怎嘿啊？要安怎改变安尼？对，啊，嘛有一个重点啦，就是吼，历史的时阵，因为大家拢会去耍嘛，所以你要叫人你来博物馆是有困难啦。所以我想，是毋是有一个找一个办法咯，法度吼，咱来找一个会使甲人沟通的方法。所以阮就想讲无咱暗时啊来办活动，嘿，来导览安尼，真趣味呢。对啊。所以暗时啊，导览除了介绍，佮做遮个物件，看者以外，敢佫有啥物特别的？譬如讲来一人送一杯茶，一人互你学两下啊。是无啦，毋过阮有开发足侪深夜食堂。哦，对，就甲你讲，半暝当时会使食好料诶，安尼就适合咱哦。阮就找迄种在地店啊，甲迄头家拜托啊，讲歹势，咱会使10点开较晚啊，互阮若有人客会使去食宵夜。安尼其实嘛袂歹呢，因为双赢呢，因为伊嘛会当做生意啊，恁个会当就是互迄人客知影讲恁在地有啥物好食物。我想要请教讲，就是我要去参加进前，我要准备啥无？一粒欢喜的心，甲一个钱包啊安尼。对，是免钱包啦，因为吼，免钱包啊，食遐物件免钱。食物件爱钱啊，食物件爱钱嘿啊是讲吼，无足贵的开销安尼。但是我可能一个人爱食10个人的份啊。安尼可能就爱炸较济，炸较高的，炸较济啦。对。啊，其实咱拢会选择较安全啊，较好行的路线啦。所以讲吼，我拢会甲大家讲，你真正就是炸着一个欢喜的心。啊，讲有说炸啥物件，手电啊、头灯啊，暗时呢，其实免的，因为九份仔有足侪路灯的啊。啊，我刚才请青拖，青拖会青菜部分，青菜部分有放爱青底。热天的时阵，阮会帮大家准备迄蚊仔水。哦，蚊仔水啊，寒天喷落蚊仔就来安尼。袂啦，毋是啦，喷落蚊仔就袂来，迄种的啦，嘿。对。啊，若是冬天的时阵吼，是会建议大家还是穿外套安尼，鞋还是穿好啦，无脚会伤寒安尼。骹枕头的安尼细细阵安尼。对。安尼看起来真简单哦，而且。就是恁阁有提供一寡就是外语导览的部分吼。会啊，阮即摆有诶英文呐，吼啊，即摆阮日文诶迄个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。我袂讲诶。即摆阮日文诶迄个
人员吼，嘿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先去外口食头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日语的部分是另外一但位是导览但是会当就是提早移用嘛，是有可能会当甲伊考倒来对。哦，听没有听到，你若是想要听日语的啊，是讲英语的部分会当提早来移用，因嘛是会当甲这个人甲考倒来安尼啦。对，考倒来啦帮大家安排安尼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譬如讲来听的人是日语的啊，敢会有迄种就是语言袂通的问题。语言是袂通啊，因为阮拢会请会晓讲的人来嘛。对啊，毋过重点的是文化的背景会袂通。对啊，亲像一寡言语啊，可能都无啥容易甲人解说。对啊，迄嘛是最好耍的。像阮若你去空内底，其实有一件代志是袂使做的哦，袂使考试啊。哦，是安怎？考着啥物件是毋？对，咱台湾人是毋是一讲就知影，暗时啊袂使考试啊，对无？对，啊是伫内底敢才叫别人的名？会使啦，会使啦。咱报名毋是讲后壁有人甲你叫，袂使回头，袂使回头咧，袂使回头。啊，毋去过时啊，嘿，对，迄去尾时啊，嘿，袂使甲顶仔头，嘿，对。有一寡就是咱台湾人共有的一寡文化的背景，咱咧讲的时阵，大家拢会一时啊就想起来啊。对，啊，毋过外国人因可能就无迄种共同的经验呐。哦，伊就是无迄个共款的经验啊，甲就是咱的文化语言呐。嘿，对。啊，所以即种要人甲伊讲，即种的就是可咧，no，我感觉乌边真搞，你要来做阮的导览老师无？我用身体啊，巴黎练规矩甲伊讲，你袂使做这还是讲，阮会用交流的方式。我袂讲了咧，可咧，no。no 是英文哦，你咧讲日语啊？打咩？啊，贵边来讲？什么 mono 的款，八 K mono， 哎，确定诶，就要变做日语教。无听没有以上拢是阮高水准，因为导览小专业的，毋是甲阮共款哈，莫去互阮误解去。其实嘛无。哦，其实嘛无。系啊，我替你拍广告你个。无啦。我恁想问讲，就是外国游客甲咱台湾人伫导览的时阵，你感觉讲，因为互恁啥物无共款的反应，还是讲甲恁问啥物无共款的问题，互你印象较深诶？我感觉，我感觉伊讲的拢听无。无啦，还是会听到啦。啊，像日本的游客话足特别的哦，因为问真侪日本时代的问题。哦，因想要知影。我感觉外国的游客较重要的是找连结。啊，若是讲英文的国家的话，就较无即种台湾的知识，嘿，对。所以，阮就爱甲即个台湾即个所在文化背景先甲伊讲。即几年，我用一个足特别的方式，就是我甲台湾放喺世界史内底。哦，哎呀，你敢知影咱世界史内底要放伫倒一位？对，红海的时阵就开始啊，海上的时代啊，大航海时代，嘿，无毋对，我甲遐个宝藏拢放伫。啊，西班牙、葡萄牙，西班牙、葡萄牙经过咱台湾时阵，经过一看，哦，水的粉末沙，对，你就爱甲迄个视角又甲迄广，对。你就变做讲，你爱去读一寡历史的物件呢。哎呀，小厉害啦！啊，你背起来吼，真正是一个少年人啊，不，我嘛做少年人，是我背起来。因为。其实我咧导览的迄个内容，其实拢是我的问题，我安怎熟悉即个所在。我就是一个足好奇的人嘛，所以我就会问讲，会对啊，哪会安尼啊？所以我就会去家己找答案。所以其实你就是家己的问题，找出答案，甲家己讲，啊，顺续认为讲，大家嘛有你共款的问题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厉害呢。你若找到迄个答案，你看到台湾咧世界史的地位的时阵，就感觉哦。趣味感，趣味感，啊，佮有九份啊，即个金马，即个历史甲台湾的关系，你嘛感觉哦，即大家来若食一下乌圆就转去，这拍算啊。过来就是要问讲头拄仔咸的有讲到，就是阿公甲即个工具拢捡起来，啊，要问讲就是入去乌金马的时阵需要炸啥物款的工具？
我今仔有载相片来对无？对，咱会使我有看到来。对，咱会使对相片开始来甲你介绍。好，即张就是近前流行的嘛，对，就是彩节，一个镜头啊，对，开箱啊，开箱的感觉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开箱空间，一个相片安尼。对，安尼咱若对迄相片的正面来看的话，迄是一个地啊，对无？对啊，大家是毋是拢感觉金仔是用车载出来的？毋是无遐济金仔，我感觉无遐济金仔。其实有呢，其实有，你知影对资料来讲啊，咱台湾金仔有两个所在嘛，一个金瓜石，一个就是咱高雄啦。对，即两个所在加起来厝偌济金仔，你敢知？毋知呢。8栋的呢。什么？咱是用栋的呢。夭寿哦，我那无分你们。我对我那叫散。因为咱拢知影，咱有一段50年的时间嘛，所以对，拢去外国啊咧，对，拢载去国外。所以咱这涂骹即个就是咱底金仔的。对啊。毋过吼，咱金仔佫有分哦，有分 level 的，你知无？咱金仔较济叫做上控，所以这就是放上控的底啊，咱又叫做上控底啊，上控底啊，所以这足重要的。咱高雄仔吼，较特别的就是吼，你知影高雄仔较早像咱咧买乐透共款无？哈，伊是开放的。毋知吼，就是伊较早是开放的，迄就是吼，你若感觉要学家己去学安尼哦，无你爱付租金啦，像你去下注共款安尼，我家己去学安尼。我想要即个OK，安尼，你爱即个租金安尼，你爱先付租金，若学着金仔话，7成会使家己摕转去。3成就是爱付出去。所以为什么高雄会使偷偷藏起来，莫家讲，我拢无学着呢，我若讲拢安尼讲，讲吼摕转去拢你的啦。藏喺裤底啊！毋是拢藏伫迄尻川内底。对，你有看过无言的？我有看过，对，电视咧拢讲就是囥伫迄无人会去摸着的所在。想尽办法摕转去拢你的啦。了解。恐怖。高雄仔因为迄特别的开放的方式啦，所以为什么伊遐济人遐尔闹热的鸡仔，迄就是因为即个原因嘛。对。即个上控底啊，若是你学着的。对，顶悬你就会使签名，送等于公司帮你做处理安尼。所以这是安尼用的吼。是。过来话，迄涂骹你有看到三支 size 无共款的。对，寸球无共款的。这就是咱腿啊啦，毋过毋是甲即摆的铁腿啊共款哦。这吼，阮会叫做湿道。湿道，因为伊种拢是石白的。石白的就是迄种。石白的爱用迄铁来用的。安尼才会使弄石头啊。咱健康的石头较定哦。所以伊爱用即种湿道来去做处理。为什么有大细机无共款哦？迄就是较近较远安尼。迄就是咱你去内底的空间无共款嘛，所以你会使用无共款的工具安尼。对，无共款的寸球安尼。对，过来话吼，就是因爱啉水嘛，吼爱食饭安尼吼。水果。对，就是所以你会看啦水果啊，吼，甲便当啊肉安尼吼。刷落来就是即个安全帽啊，嘛是足重要的嘛。对啊，安全上重要。但是我甲你讲吼。因为高雄仔是开放的，对无？所以高雄仔较早的迄空间因的帽啊，吼，是在你看你要伫无？在你挂的。看个人啊。看个人啊，伊无制式的嘛，所以吼，伊拢会就是，比如讲飞行帽，你嘛看会到。所以看你想要搭伫什么款的帽啊，在你安尼。各种的帽啊，各种帽啊，所以伊好耍的所在是安尼啦，吼。刷落来吼，边仔遮有3个足重要的。工具，对，就是你著逐工入坑一定爱遮即3个。对，这吼，三宝即个吼，先囥在边仔拢无要紧，这3宝一定爱。所以你知影无？这啊，即支有无？即支嘛是敢若腿啊，对无？对，毋过伊叫做伊叫做三宝路。三宝路，三宝路是日语哦。嘿啊，是日语。毋过吼，伊是因为吼，伊较早是咧 test 有金仔无金仔试看觅。咱讲探金用的，所以伊其实是英文来的啦。sample hammer。哇，原来是安尼啊。sample 用的啦。所以安尼讲就知影有金仔无？还是讲就是讲一块，细细块落来。使用安尼。这吼，
这是你来泡木馆，你就会知。因为我即马有淡薄仔难甲你介绍安尼。然后妹，因为想要知影讲，这个三宝实际是要安怎用，拜托你下就来去因的泡木馆，你就当亲身体验。啊，就是敢若咱亲身体验迄个动作尔，因为无金仔。对。啥物意思？你意思是现场有金仔是毋？现场敢有金仔会当互阮学者？无啦，阮现场无啦，只是讲吼，咱即马嘛是有金仔咧高分仔的山顶，应该是讲吼，咱全世界的迄涂骹拢有金仔啦，只是量济甲量少尔。哦，对，我想要问讲就是。咱你讲头巾，即个词敢有台语通讲？这就爱讲到咱另外一个相片有看到无？另外一张相片吼，我见咱即张先甲讲了，咱等下再来讲迄个头巾的问题。对。啊，刷落来就是咱的电火啦，电火对，咱叫做红火，因为是真正炸火入去。哦。啊，是安怎？为什么会使炸火入去咧？迄就是咱金仔是火山炸来。哦，所以甲炭坑无共款哦，迄涂炭较危险，涂炭较危险哦，而且因的涂骹吼嘛是较软的，对，所以涂炭较危险，金坑较袂爆炸安尼，啊金坑敢会爆炸？金坑嘛是会啦，较少安尼，无因遐危险。哦，下骹阁有两支长长有。对。啊，三宝另外一宝是。三宝一宝这是三宝是其实是指即个工具尔，伊毋是讲这三宝哦，伊是三宝吼，三宝路哦。啊呢边仔有一个即个是一个盘仔，即个盘仔就是咱炭金要用的炭金盘仔，就是咱头有讲嘛，你卡一个落来，啊，就安尼紧吼。啊，用迄边仔后壁迄吼，有一个所在会使甲伊抹好脆，抹好脆，抹好脆了后咧，来倒水入来，倒水入来了吼，因会用迄个重量，就是你头仔讲的头巾的方法，摕一个盘仔咧。水内底摇洗有无？啊，金仔是浮起来还是会沉落去？金仔会沉咧碗内底，因为金仔较重。哦，我知，我就无人送我金仔。听到没有听到无？即摆就是过年要到啊，会当开放讲就是送诶，乌边甲白边我考虑者，会使送条乌边。对，系啊，所以吼，咱讲头巾迄，只是咧阮九分仔，伊是用来炭金尔。哦。啊，下甲迄两支长长的，一个就是叫做尖插仔，尖插仔就是要弄石头落来。啊边仔即个较长的足够水的，有一个足够水的名叫做蹦机。就是阮头仔讲的嘛，会爆炸嘛，咱会用迄蹦子去蹦石头。所以因会用蹦机去甲迄蹦子插喺迄坑内底。而且老的吼，因为迄蹦机安尼扑起来吼，伊的威力较大。所以伊名足古锥个蹦机。啊！好，过来换迄张啊。就是换另外一张，即张的话吼，你来看吼。头拄讲着头巾哦，头巾就是要拄即张来啊。无毋对，咱吼九分仔上特别就是有一个炼金术，咱摕金仔的方法啦。啊，这摕金仔的方法，人拢会使做，所以你若去九分仔有拄着阿公阿嬷，逐个爱较尊重咧吼。为什么？因为拢是炼金术师。我们比咱厉害啦。我嘛我要结印呢。无啦，是讲吼，因较早处理出来的金仔，比阮即马买过较济啦。嘿啊，吼，咱就是因为咱九分仔的即个足特别的技术。会使甲金仔摕出来，所以阮头拄啊学着金仔石头啊，对无？即摆你著爱对石头内底甲金仔摕出来嘛，所以你爱先甲伊弄互脆，所以咱边仔这吼下骹囥咧涂骹迄敢若碗咧迄吼，迄就是叫做石金菇啊。石金菇啊，有淡薄绕口吼，石金菇啊，就是金石头的吼。金死啊！啊，毋过这特别的代志就是啊，较早这是阿嬷的工课哦。阿嬷的工课，阿嬷有开来甲讲去乌就袂爽阿公的时阵甲伊煎安尼啦。对，阮拢会开玩笑，阮拢会讲算笑讲，千万毋通掠咱九分仔阿嬷哦。甲你煎，我咧讲，迄真正拍着你黏要壁的。正节毋正经我讲。所以咧，阮爱先甲石仔浸毛脆嘛，浸毛脆了后，阁无够，你爱甲伊磨较细咧，所以你阁爱用这英泽，英泽咧边仔有无？这敢若一个半月形，一个
风火轮的，对对，飞轮，英泽啦，英泽，对，吼，咱来甲伊英互喙，哦，所以阿嬷拼死个硬的，这世人过来拢肯食，阿公啊，你哪唔转来啊？哎呀，因翁啦，吼，出去啉酒无爱转来，吼，这是用手，用手，毋是用手，用骹打，对，用骹去硬，阿嬷咧用手指用骹安尼，然后是规身躯拢，所以甲你讲啊，迄阿公阿嬷足古锥的，你若讲哦，恁较早迄工课有够辛苦的，讲袂啦，哪会辛苦？阮足骄傲的，有啥物好骄傲？阮较早九分仔查某人身材偌好咧，真的呢，伊的手啊、骹迄健身房厉害，对啊。刷落来，咱若无较水的了，咱即马就会使用因的重量对，来甲金仔摕出来，对无？所所以你就来摕来头前即个台啊，对，或者咱洗金仔的台啊，主要是用吼即个叉仔做的即个折啊，咱叫做手折，因为是用手来摇的手折。啊，毋过吼，爱特别甲观众朋友讲的就是啊吼，咱拢讲头巾对无？其实头巾是摕一个盘仔咧水内底洗，洗安尼，所以叫洗金嘛。啊，毋过对咱九分仔，咱是用即个折啊吼，一盖甲金仔摕出来。所以咱会甲你讲，阮叫做轻金仔，轻金嘛，咱是豆啊轻互清气，吼，甲金仔轻出来。我即摆气刚够通轻，敢若像阮阿公留落来啦，若山顶的路较歹找啦。咱参详一个轻两地就好，轻两地，阮一人一地安尼。对啊，我有问的，就是恁安尼。示范互大家看，啊，敢有遐尼济金仔通好示范？其实其实我感觉阮阿公不哩巧啦，所以伊咧做即个代志的时阵是有想过的，所以伊佫有留石头，互阮会使弄互别人看安尼。有当时啊，阮为着要学吼，阮嘛会就是甲地方上的阿公啊，吼，去山顶去学因较早安那工课，啊，因是安怎判断？倒一个石头有金仔安尼。所以其实意思是讲，弄一届兼一届就对啊。听这种朋友啊，有听到无？即马听到这部了，紧去预约起来。无你看以后你有一工课拢歹势，阮即马无石头啊，阮会当用假互你看。袂啦，阮若是想要做事的啦吼，因为这咱台湾足重要一个文化啦，所以是嘿啊，也是想要会使继续做互大家看。所以阮会想办法吼，生出金仔来，做假互恁做一个示范互恁看。啊，想要请教讲，就是咱去博物馆的时阵，即间阮就会使一记得对啊。对啊，当然啦。我甲恁会使去算一下。其实是会使。我边仔有伊啊，可能是你边仔看呢，啊，落去体验，嘿，哇，足趣味的。安尼想要问讲，就是恁即是经营即个博物馆啊，暗时啊，甲伊做导览，敢会讲就是安尼，无应该变过啊。讲到这个不哩好算呢，其实啊，我昨昏啊有做一个 MBT 啊，恁知影个啥物叫 MBT 啊？我知迄种测验，对，人格迄种。我的人格就是吼，我就一直爱找新的代志来做，无会足无聊。落命，对，想用的死的迄种。对，所以啊，我即摆啊，阮有经营博物馆对无？暗时爱搁爱做导览对无？我最近搁有一个新的计划哦。啥物？阮甲阮九份仔上尾一间的剃头店。捞起来，捞起来嘛是你经营安尼，就是嘛是做展览，互人看，看咱用理发厅的角度来去看九份仔的生活。哇，趣味啦！而且够用，你一工有28点钟对吧？我都无咧困的，拢无那厉害啊！少年的就是较用啊，最好算的啦，因为会使互大家来到遮，会使感受到九份仔到底是啥物的时阵，其实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哦。嘛是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啦。所以就是因为你有这条心，爱九份仔的心，就爱变做就是你的迄精神这样的煮落，所以拢是一直来的呢。敢若啥物药啊？怪怪啊！听起来怪怪。用爱啦，用爱吼。好，安尼说来就是咱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啊。赶紧来介绍，要安怎报名？你若直接去咱的粉丝专页啊，对，咱的卖种也叫啥物咧？对，我这名就长的咧，你名就长的，你个念看卖咧，你个念看卖哈。咱叫做吼九份仔金矿博物馆，真正无大金地，敢若
老控烈海历练，我哪会迄阵啊老后面互我控顿过迄种啊。对，主要是因为吼，咱经过就嘛有一间公立的博物馆，迄上有金的名金迄上有名就是有一块足大的对金地，对金啊，所以恁就是要摕起来，互你炸走。所以就是要表示讲，就是你无迄块大地，但是你有一粒真心嘛，对，你阮敢若心尔啊我嘛就想要有迄地啦。咱个念一遍吼，因的马种的名叫做高分金矿博物馆，真正无大金地，只有老矿工的真心。哇！你想大声啊？变气！我要变去啊！九份金矿博物馆真的没有大金块，只有老矿工的真心。听到没有？你还干嘛拄则念的有问题？我就想怀疑个念一遍互你听。这是一个挑战。所以就是讲，阮就是去这个马种遐内底找恁报名就会使。系啊，搁有一个方法就是吼，你若有住咧遐的民宿，你就会使去啊。因为阮有足侪民宿是配合的哦。上济一届上少几个人才报名，2个敢会使？阮一届敢若20个人尔。一届20个人，限定啦。所以就是我会使，阮2个就去报名。你若是斗有20个，就会当出团安尼。对。无啦，应该是讲咱的上限是20个。嘿，若平常时差不多5个、6个，阮就会出团啦。对啊。但是譬如讲，阮规家伙安尼一团30个人，迄种人敢会使？卖使。养去啊！无啦，听免我讲生起来，我无啥物朋友嘛，无啥物亲戚，要斗30个人，对我来讲嘛是真困难。无咱听友来报一团好啦，你听起来袂歹哦。我敢若会使哦，这团免钱甲恁带。哇当然咯。但是黑白白无要去呢。黑白片无要去啊？阮较歹势啦。黑白片咱来才有哦。阮18岁袂使暗时出门。阮可能甲面嗡起来啊，甲面嗡起来惊啊，阮来参加呢。佫有其他的无？你佫有其他啥物想要介绍的无？其他的话就是迄啊，阮头拄仔讲的剃头店嘛，咱会使。所以伫恁的马种内面，恁都会当看到。还是剃头店有佫另外一个马种呀？剃头店有另外一个粉丝，你爱讲出来啊，真讲出来啊！你甲我看，我嘛看不出来。是做剃头我店紧张嘛，咱紧张。咱剃头店足古锥的，伊叫做米亚口剃头店。米亚口，听起来是日语哦。米亚口，你爱拍美代子理发厅。美代子理发厅，因为米亚口就是美代子的意思。毋过吼，大家吼，若看到迄美代子3个字，拢会足记。对，大家拢会直接讲着无代志，对。迄嘛就系啊，迄嘛是足古锥的，一个足特别的台湾文化。无代志剃头店。对，无代志来剃头，剃头无代志安尼吼。好。今日真欢喜，邀请到这个咸的来甲阮即2个甜的开讲。甲你讲，甜啊，甜啦，毋知影听就没有恁听即段有感觉有哦，就是安尼酸味，个恋爱的滋味，愈看愈。我甲迄金仔是做想要恋爱，但是我毋知我去做咸的啦。我即世人敢有机会伫咸的因遐找着一块大金角来甲我谈恋爱。到时阵就是咱来找时间来去报名。好其他你若有啥物问题，你嘛会当去咸的因的迄马种遐面顶来甲伊问，伊就是小编本人，咸的就是小编本人。有啥物通关的无？譬如讲因甲恁讲啥，你会知影讲是咱的听友会当甲因拍者是啥物？当然嘛是讲黑白边叫我来。黑白边名抢，甲黑白边名抢出来，你会去用拍咧。无实在，唔接，到时阵去现场会叫红拍。好，你若是有机会来九份佚佗，真正一定要来参加即个导览，真正是有够趣味的啦。对啊。好，安尼咱时间过啊真紧诶，因拄则来时阵讲因足紧张诶，结果我看因开讲嘛是开讲甲不离啊趣味呢。你要甲大家讲看卖讲你最近你创啥无？阮最近吗？对啊，你毋是讲你写啥物物件拢听？对，你就假对吧？你拄仔讲骗着。无啦，真诶就是啊，无我想讲，我头拄喺边仔想讲，我台语啊无遐练转，嘛是完成啊，即个任务安尼，对。因2个做古锥，因迄当阵听着阮咧要邀请因来上节目了后。因逐工拢咧听阮的 podcast， 对，因为阮最近咧写迄足侪补助计划嘛，对，迄写计划真正是做无聊，小无聊，烧脑诶，就是下烧脑，迄头毛真正毋知落几支，所以我就甲迄黑白边
放出来安尼，放出来，换输呀咧，还较定呢。后面其实是为了通过会才来搞学落的啦。无啦，真的真的。好啦，安尼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你的学落我就甲你收倒来了。搁等去写补助的。对，我就是你讲等一下心得500字搞出来。好，来，收尾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门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，努力。